喺灣區生活同工作咗20幾年嘅香港人，今集繼續帶你玩學生嚟個水鄉深度遊。鼓樓水鄉有600幾年嘅歷史，仲係詠春宗師梁贊嘅故鄉。呢度特色有雙橋嘅魚皮果、詠春傳人咖啡店、王老吉始祖黃澤邦嘅故居，竟然冇門釘喎。上集食過水浸雞，今集繼續食啫雞啊！再坐船仔遊水鄉，如果想 hea 住玩，鼓樓水鄉真係啱晒你啦！跟我一齊去片。尋晚一覺瞓到天光啊！呢度真係夠晒寧靜啊！起身啊，諗住出去食早餐，行過水鄉人家，見到阿姐喺度摘菜喎。水鄉就係有呢種悠哉游哉嘅感覺。水鄉朋友話雙橋有早餐食，行路只係5分鐘，不過我都係揸車啦，懶啊嘛。去到先知，原來呢度嘅老街坊6點幾就出嚟飲茶，我呢啲9點鐘先到，肯定食西北風啦。嗱，雙橋出名咧就做魚皮果嘅，手工現做，間間都係老字號，大部分嘅早餐店都有得食。啱啱撞正老闆喺度做魚皮果，原來老闆娘已經做咗20幾年噶啦。既然都揾唔到早餐食啦，周圍兜下先。兜下，竟然嚟到呢間詠春咖啡。之前喺網上都見過，詠春咖啡喺鶴山古爐木便村，由詠春拳第6代傳人馮宇俊同屋企人一齊經營嘅。佢5歲就跟祖父齊公學古爐偏身詠春，為咗吸引多啲嘅年青人，佢喺自己嘅武館樓下開咗呢間新中式咖啡館，以詠春做主題，以咖啡會友，以武強身。佢話沖咖啡同練詠春一樣，都要心正堅持，腳踏實地。呢度除咗可以打卡飲咖啡，又可以體驗正宗嘅偏身詠春。呢度嘅特色飲品有橙子冰茶、詠春美式。呢杯詠春拿鐵上面仲有2個咁靚嘅詠春字，真係唔捨得飲啊！好啦，返水鄉啦。上集講過，入住民宿送3個景點門票，就係黃澤邦故居、梁贊故居同埋坐船遊水鄉。今日地膽七仔繼續帶我去玩啊！第一站嚟到黃澤邦故居，王老吉涼茶，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識噶啦。原來始祖黃澤邦嘅故居就係喺呢度，但係今次真係運吉啊！早幾日落雨又落得好大，加上過咗5一假期，可能遊客就少咗，嚟到冇開門啊！算啦，轉場去揾阿 Bruce 嘅太師公。鶴山梁贊世界詠春，我哋沿住呢條路入去就係噶啦。喺路口行入嚟大約150米度咧，你會見到一個詠春招式嘅同人陣。學詠春啊，記得嚟鶴山啦。我哋沿住呢個鎮南樓呢個牌坊行入去就係噶啦，大約200米度啦。如果你行入嚟啊，就喺呢度梁贊故居。揸車入嚟咧，就可以停喺呢度，入邊有個停車場嘅。梁贊1825年出生，鶴山古爐人，晚清著名武術家，人稱佛山贊先生。佢係詠春拳1代宗師，後生嗰陣已經喺佛山開醫館賣藥，同時傳授詠春。晚年返鶴山古爐傳藝，將詠春技法精簡成實用嘅12路散手，注重埋身實戰。入室弟子陳華順，人稱爪前華，係將詠春發揚光大嘅關鍵人物。而陳華順嘅弟子就係大名鼎鼎嘅葉問啦。葉問再將詠春拳傳授俾 Bruce 李小龍，最終將詠春推廣到全世界。所以鶴山亦因為梁贊而譽為詠春聖地，吸引到唔少功夫迷專程到訪。嗱，我後邊啲銅像咧係咪好威武啊？栩栩而生，個個都係咧詠春大師，花拳繡腿，頂唔順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過嚟梁贊故居參觀下，不過記得睇清楚個開放時間喎。水鄉附近有好多農莊，今日七仔同朋友寶哥就帶我嚟呢間肥圓苑農莊試下啦。農莊咧就雞鵝鴨同埋食魚嘅，呢個就係炆大頭魚啦。本地嘅朋友幾熱情啊，叫我試下喎，哇，真係幾開心啊！嗱，呢啲就係靈魂醬汁啦。咁嚟到呢度梗係食新鮮嘅食材啦。
阿七仔咧同埋佢朋友話今日食到盡喎，除咗叫個鯽魚啊，呢個鯽魚係咪5斤啊？喂，5斤有5斤，咁啊陣間仲要整個啫啫雞煲喎。哇！阿靚女，哇！成個胡椒粉擺上台俾我哋。嗱，我就唔食辣嘅，佢哋要整翻個指天椒啊！哇！辣到飛起啊，大佬！嗱，嗰個湯底咧就一塊陳皮，就清水湯底，淨係加鹽。最主要係食新鮮食材嘅味道。阿七哥嘅朋友寶寶話6、7秒就要拎起啦。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。睇下係咪咁掂先。新鮮嫩滑。哇，真係好新鮮！除咗魚肉，仲有魚頭、魚骨、魚尾啊！睇下幾晶瑩剔透。呢個魚頭嚟噶，好似啫喱咁樣。哇，真係啫喱啊！啫喱啊！彈下啫喱啊！呢隻雞呢，如果連毛呢，大概5斤，即係湯乾淨呢就有3斤左右。哇！我哋3個人今日真係超級大食會喎，喂，搞唔搞得掂啊？喂，打包啊，七哥！謝聲啊！慢。哇！呢2個人啊，真係食餐飯食3個鐘。哇！呢2個哥哥話送酒一流喎，一翻兩杯，一翻2杯添喎。自家養嘅雞啊，嫩滑彈牙，紋理清晰，真係。一日跑3公里係嘛？係啊，比狗追仲唔止3公里添嘛！呢隻雞比狗追真係10公里有啊！雞啊，絕對係好噶啦。係。最 top 最好嗰啲就係條魚，因為我把嘴好刁啊，我唔好啊，我真係食過我唔會第二次啦。我幾中意呢度古爐朋友嘅文化個，食唔晒佢哋一定打包嘅。今日呢一餐咧就食咗280蚊，一盤雞，一盤大頭鯽鯽魚，佢哋叫鯽鯽魚。嗱，其實我相信咧好多地方都未必食到啊，真係性價比好高啊！嗱，多謝阿寶哥出嚟一個非常之好嘅介紹。嗱，我今日咧就未坐古爐嗰啲船仔嘅，咁啊聽朝坐，今晚早啲瞓覺，聽朝坐船。今朝一早起身喺民宿附近兜咗個圈，水鄉真係好寧靜。差唔多時間啦，準備坐船仔。來，我們上船之前要穿救生衣，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來，慢上船。哇，呢個船夫幾好啊，叫我慢慢上船啊。阿姐姐咧就拉緊架船俾我上，出發開船啦！體會下古爐人家以前嘅出行工具就係坐船啦。呢啲船咧其實開得好慢嘅。阿哥哥話全程幾耐啊？我30-40分鐘啊！嗱，感受下古爐嘅水鄉文化啦，嚟一個休閒嘅假期，好舒服啊！同埋咧，我覺得咧呢度嘅人好友善啊，即係去到邊度咧，你叫佢哋幫忙咧，佢哋真係好好。我覺得無論餐廳啦，呢度啲工作人員都好好。我喺大灣區生活咗20幾年，要我逐年講都有排講啊，都唔知由邊度講起。以前喺東莞做製造業，住咗20年。曾經以為嗰度就係我嘅終點。2021年嚟咗中山到而家已經5年啦，中山又會唔會係我嘅終點呢？會唔會返香港呢？或者去第度？我都唔敢講啊！去到我哋呢個年紀，時間唔等人，所以唔諗太多啦，過好每一日，隨心拍，隨心走，就係我而家嘅狀態啦。早晨，你好，阿叔撐船啊！爬魚仔阿叔，哇！你睇幾開心，阿叔爬魚仔啊！彩虹橋喎，上船啊！上岸啦！嚟小心啲喎，慢慢上船咯喎！哇！我一個人包咗架船都有貴賓式嘅款待喎。今日咧，終於可以坐到船啦！嗱，大家記住啊，船咧係單程嘅啫。如果你喺嗰邊過嚟咧，就大約40分鐘啦。或者喺呢邊坐翻船過去都得嘅，都係單程嘅。咁民宿嘅人會教你點樣約嘅。嗱，我而家翻去民宿嗰邊啦，行俾大家睇睇。嗱，就係呢個巷入去啦，大家唔使驚嚇。我哋呢度叫仁和堡碼頭，嗰邊咧就叫橫海碼頭。
嗱，呢度就係我哋住嘅民宿嘅地方啦。嗱，咁由嗰邊行過嚟咧，其實我咧都行得幾快㗎。我諗要唔要可能8分鐘之內一定行到嚟呢度噶啦。如果你慢慢行咧就耐啲。已經1連3集介紹咗學生啦，其實灣區仲有好多地方都值得我哋行下噶。如果中意 hea 住玩嘅，可以跟住我今集嘅路線啦。嗱，好啦，我要揸車去其他城市揾朋友啦，下集再見，記得訂閱我灣區 Jackie 頻道啦。叔叔拜拜。拜拜。